大家好，華仔依家嘅位置係喺第9屆振興杯9人排球邀請賽嘅現場。今日我哋攝製隊另外一個任務就係受美東台山49同鄉會嘅委託，向海內外49嘅鄉親做賽事直播，記錄精彩嘅賽況，為未能到場嘅鄉親送上第一手畫面。接住落嚟，華仔先同大家一邊欣賞精彩嘅球賽，一邊慢慢同大家講下背後嘅人情故事同埋鄉情連結。首先，華仔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美東台山49同鄉會嘅背景資料。49同鄉會成立於2022年，會址設於布碌倫60街817號2樓。林偉成會長向我哋介紹，會所雖然係近年先成立，但喺短時間內已經成功凝聚咗大批49籍鄉親，展現出強大嘅凝聚力同團結精神。49同鄉會唔單止為旅美49鄉親提供咗一個可以聚會交流、暢飲家鄉紅茶嘅溫馨空間，更積極參與僑社各類活動，獲得廣泛認同同讚賞。值得一提嘅係49同鄉會喺體育方面同樣表現出色。過去幾年，49同鄉會更係勇奪排球賽事嘅5連冠，成績斐然。俗語講：三軍未動，糧草先行。要打好今次排球比賽，背後當然唔少得資源同支持。李奇威執行主席同黃旺新執行主席等49同鄉會嘅骨幹領導好清楚呢個道理，所以佢哋自己帶頭捐款，仲積極發動鄉親慷慨解囊，一齊為排球隊出錢出力，支持排球隊嘅發展。同時，佢哋仲主動聯絡多間熱心公益嘅企業同商會，爭取更多資源，為球隊提供堅實後盾。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留意到，點解今日嘅華仔冇着平時嘅工作服，而係着咗呢件設計時尚嘅球衣。其實呢件球衣背後有個小故事，佢係由本次比賽贊助商49同鄉會執行主席團長鄺亮儀先生慷慨捐贈。今屆比賽亦特別獲得鄺亮儀主席冠名支持，充分體現出佢對社區體育發展同49鄉親嘅深厚情誼。咁精華旅遊同鄺亮儀先生又有咩關係？原來喺1999年，鄺亮儀同太太陳金儀就一齊創辦咗精華旅遊公司，多年嚟一直紮根唐人街，致力為僑胞提供貼心專業嘅服務，無論係訂購機票、參加旅行團，定係辦理簽證手續，都深受僑胞信賴。一件球服象徵住團結同支持，對49鄉親嚟講，更係一種榮譽。睇到呢度，相信唔少朋友都會問：華仔戰況如何？其實正如主辦單位華體會一直堅持嘅理念，友誼第一，比賽第二。無論係49隊、斗山隊定水埗隊奪冠，大家都係以球會友，一齊將台山家鄉嘅排球精神喺海外繼續發揚光大。正如49同鄉會嘅真情告白一樣，歡迎每一位鄉親嚟會所，暢飲家鄉49嘅紅茶，共聚鄉情舊事，感受赤子回家嘅溫暖。比賽可能只係一日，但呢份鄉情同團結早已經深深留喺大家心中。